Hello，大家好，我係希亞。冇出片成個月，其實咧就冇咩特別事嘅，只係休息下同埋掛住睇世界盃啫。但係我返嚟啦，繼續同大家關心香港、英國、加拿大等等嘅環球生活同埋經濟狀況，亦都咧同大家 update 下各種貼地嘅資訊。今日咧就會講英國啊，英國咧最近又換咗首相啦。過去10年咧就已經換人6次，咁呢一個咧已經係10年嚟第7位嘅首相。亦都係咧前大曼徹斯特嘅市長貝安德。當然咧每一個都係新官上任3把火。貝安德一上台咧就話要幫市民咧去減輕個生活負擔，包括減咗呢個電費嘅 VAT， 減低巴士嘅車費，仲有將數碼身份證嘅計劃都取消咗。但同一時間咧，英國仍然面對緊人口老化啦、NHS 嘅人手不足等等嘅巨大公共開支。貝安德會唔會加稅呢？喺英國有樓有資產，或者咧準備喺英國退休嘅香港人會唔會咧有影響呢？今日就同大家講下，咁就要由半個月前開始講起。貝安德喺7月17號當選工黨嘅黨魁，並且咧喺7月20號咧正式出任英國嘅新首相。喺短短呢10幾日，佢做咗啲咩呢？首先，貝安德宣布取消 Digital ID 國家數碼身份證嘅計劃。其實咧喺佢上任之前已經表明，會取消前任施紀賢政府咧推動呢個數碼身份證嘅計劃。呢個政策咧本身係聲稱咧可以協助去打擊非法移民啦，但推出之後咧因為強制性啦、私隱同埋政府監控呢啲問題咧引嚟巨大爭議。今年咧1月嘅時候，政府咧已經取消咗強制辦證嘅規定，而貝安德咧就更加之徹底，直接咧將成個計劃取消。官方之前評估呢個計劃嘅總經費咧係達到18億嘅英鎊。咁貝安德就話會優先將呢一筆錢咧去轉投民生嘅計劃，好似就慳咗18億啦。但事實上咧，之前投入嘅成本咧都已經使咗噶啦，咁咧係收唔翻嘅。同時咧，呢18億咧都只係估算嚟嘅啫，其實可能未必真係慳到咁多。所以話用慳咗嘅錢咧嚟派福利而唔需要加稅，咁呢個講法咧都係受到質疑嘅。大家咁反對呢一個數碼身份證嘅計劃，其中一個主要嘅原因咧都係因為個人資料安全嘅問題。喺而家呢一個詐騙咁猖狂嘅時代，資金咧要安全，上網都要安全，因為一個唔小心，個人資料、賬戶呢一啲重要資料都會咧落入咗喺一啲有心人士嘅手上。咁我哋每日喺網絡世界有啲乜嘢可以保障我哋嘅上網安全，又可以令我哋輕鬆咁樣切換喺唔同嘅國家，用到唔同最新嘅 AI 工具呢？咁就要用到 Surfshark VPN 啦。用 Surfshark 咧就好似喺我哋上網嘅時候起咗一條加密嘅隧道。當連上咗 VPN 之後，用戶嘅真實網絡 IP 地址就會被隱藏，防止網絡嘅服務供應商、黑客或者其他監視者追蹤我哋嘅網絡活動。除咗保護安全之外， Surfshark 咧對我哋日常嘅娛樂都好實用。近排播緊世界盃，我諗咧大家都好明白，亦都會遇到一個情況，就係咧好多嘅串流服務同埋網頁成日會根據我哋嘅地理位置限制我哋嘅觀看內容。呢個時候咧就需要用到 Surfshark，就可以咧解除地理嘅限制，直接睇到其他地區嘅影集同埋內容。仲有原來 Surfshark 都可以幫我哋喺網上消費嘅時候慳到錢，因為有啲網站咧會根據我哋嘅位置 cookies 嚟制定一啲商品嘅價錢。用 VPN 就可以自己咧轉移國家，唔需要咧受到網頁預設嘅嗰個貨幣限制，或者咧係攞埋其他地方嘅折扣優惠。好似我咁啦，成日都要周圍做嘢，電腦咧都可能會用到唔同嘅公共 WiFi。但係咧，公共 WiFi 其實冇我哋想象中咁安全。用 Surfshark 加密線上資料就可以咧喺上網嘅同時保護我嘅個人資料。我自己咧而家都用緊 Surfshark，比起其他 VPN 嘅服務， Surfshark 咧有多個非常強大嘅優勢，包括咧一個賬戶可以咧無限個裝置使用，只要購買一個賬戶，唔理你係自己嘅手機、電腦或者平板，甚至咧係你全家人所有嘅裝置，通通咧都可以同時連線使用，完全咧唔使額外收費。而且 Surfshark 係喺超過140個地區，有咧4500幾台嘅伺服器，連接速度咧係非常快速。而家 Surfshark 仲提供咗專屬嘅優惠，令你哋咧都可以安全上網，享受到咁多嘅優點。而家只要點擊我影片下方資訊欄嘅第一個連結 surfshark.com/cch， 或者咧係用我嘅優惠碼 CCH， 就可以咧額外獲得4個月嘅服務。大家咧就快啲 click 入呢條 link 體驗一下啦。第二件事，貝安德上任之後咧就即刻宣布咗一系列減低咧市民生活成本嘅民生政策，
包括咧將住宅用電 VAT 咧降到0啦。預計平均每一個家庭咧每年係可以慳翻咧45英鎊嘅。巴士嘅票價咧就重新封頂，最高咧就係2英鎊。不過咧就唔包括倫敦嘅巴士，因為咧倫敦係有自己獨立嘅票務系統啦。除此之外咧，仲有酒吧、會所同埋一啲音樂嘅 live house 咧，咁咧都會減咗個 business range，即係咧商業稅。以上種種嘅措施咧，可能對於生活成本咧就唔係話幫助到好大，但起碼咧都係涉及到市民日常嘅生活需要，亦都係大部分人都會受惠嘅。呢啲喺各方面有利於民生嘅政策咧就公布咗，但始終咧都係要解決一個最核心嘅問題，就係錢從何來呢？其中一個大家好擔心嘅就係會唔會加印花稅 （stamp duty）， 從而咧可能會影響到英國嘅樓市。咁貝安德咧就親口排除咗呢個可能性。其中當佢被問到下一份嘅財政預算案會唔會調整 stamp duty 嘅時候咧，佢就明確咁樣話咧呢件事係唔會發生嘅。所以可以預計咧喺今年咧稍後公布嘅嗰份 budget 咧 stamp duty 嘅稅率咧可能係會維持，暫時咧係唔會加稅嘅。咁對樓市嚟講咧都算係一個好消息，但今次冇加就唔排除咧下一份嘅財政預算案就有機會調整，所以都係未知之數，只係咧可以話暫時唔加咁解啫。其實英國政府咧都非常清楚，英國未來嘅開支咧只會越嚟越大。人口老化意味住醫療啊、NHS 一啲社會福利嘅開支咧係會持續上升，軍事方面咧亦都要增加投入。所以咧貝安德自己亦都曾經表明啊，面對呢啲巨大嘅支出壓力，未來咧係可能要求民眾咧交更多嘅稅。政府嘅開支咧已經係難以縮減噶啦，咁就始終咧要有地方去收翻啲稅翻嚟嘅。其中一個社會討論嘅咧就係 death tax 死亡稅，即係咧遺產稅。咁有報道就話咧，貝安德咧考慮對所有嘅遺產咧劃一徵收10% 嘅稅，咁唔再有而家咧遺產稅頭325000英鎊有免稅嘅呢個豁免。但係咧政界咧就批評咁樣咧會令到更多嘅基層受害。咁消息傳出之後咧，最新英國政府嘅講法就係 no plans， 即係咧目前冇呢個計劃。所以如果 stamp duty 唔喐，死亡稅咧又話冇計劃，政府仲可以向邊度收稅呢？咁呢一個就係下一份 budget 最大嘅懸念啦。因為工黨咧之前都對入息稅啦、NI 同埋 VAT 啲主要嘅稅率咧做過一啲政治承諾，咁話咧係一定唔會加呢啲稅嘅。對於呢啲主要嘅稅種要加嘅話咧就唔太方便，咁政府就可能要透過其他嘅方法去增加收入啦，例如繼續凍結入息稅嘅免稅額同埋各個嘅稅階啦。表面上咧稅率係冇變，但係咧人工係會隨住通脹去增加嘅。咁就令到更多人咧跌入呢個納稅嘅範圍，或者咧要俾更高嘅稅階。另外咧仲有資產增值稅啦，對於唔同嘅投資收入或者資產去徵稅。第二套房或者對一啲高資產人士啊遺產相關嘅稅制咧，咁都係有增加嘅可能嘅。下一份英國嘅財政預算案咧就預計會喺2026年嘅秋季啦，一般係喺10月去發布嘅。咁短期裏邊最好嘅消息咧就係 stamp duty 暫時唔會加啦。所以咧，大家都唔需要因為咧擔心印花稅而急住買或者賣咗呢個英國樓嘅。但係英國政府咧仍然可能係針對咧房地產去收稅嘅，例如第二套房啦、出租物業啦、物業升值嘅收益呢啲啦。咁未來咧都可能成為政府增加收入嘅方向。尤其係英國政府咧近年一直討論點樣令到資產嘅持有人咧係承擔更多公共嘅開支。所以有樓或者想喺英國買樓嘅話咧，都要預先計下呢個稅務嘅開支先啦。除咗稅務方面，貝安德咧之前作為曼徹斯特嘅市長，咁佢一早咧就已經提出當選之後咧就會將更多嘅財政權力咧下放去地方。咁過去英國好多嘅經濟決定咧都係由倫敦中央政府去控制嘅，地方政府咧就要依靠中央嘅撥款啦，甚至唔少地方咧都出現咗一啲財政危機，當地嘅 council 咧已經係破產，嚴重咁樣影響咗公共嘅服務。所以新政府其中一個方向咧就係推動權力下放，俾更多嘅決策權或者部分嘅財政權力咧給予地方。咁未來咧英格蘭部分地區嘅市長咧可能咧可以有更大權力去控制翻當地嘅經濟啦、交通、住屋同埋一啲技能培訓等等嘅項目，甚至咧可以喺個稅收上面咧去分成。好處咧當然係地方可以做多啲建設啦，但問題就係咧呢啲錢去到地方咧必須要有足夠嘅監督。同埋唔同地方本身嘅經濟能力差距咧就比較大。如果係分成嘅話，城市咧自然係可以有多啲嘅稅收嘅。
反而咧可能造成咧地方政府咧係有錢嘅更加有錢，而冇錢嘅咧就更加冇錢。最後貝安德其實整體嘅財政政策咧仍然係未明確嘅，而家公布嘅呢啲政策咧可以幫市民慳翻少少錢，但係英國嘅財政黑洞、NHS 同埋軍費呢啲開支都係咧要錢解決嘅。英國面對緊嘅係未來幾十年幾千億級別嘅醫療啊、養老、國防開支等等嘅問題，所以未來英國嘅經濟走勢咧都仲係要持續關注。好啦，咁今日影片咧就嚟到呢一度，大家又對於貝安德今次嘅上任有冇啲咩期望呢？都可以咧喺下邊留言，大家一齊討論下。如果覺得呢條片有用嘅話咧，記得 like、subscribe、share。咁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